桂林文化中心日前甲藝術家陳清楚做伙舉辦色彩鮮豔的特展，以畫情造型藝術展作為主題，將油畫以抽象方式來表現，將生活中的風景保存下來，提供參觀民眾有寡濟無同的想象。其實女性藝術家的角色本來就是會比較細膩一點，在內心的感受也會更細膩。那從她的用色的色彩，我們可以感受到清楚老師是一個除了她是一個非常開朗，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女性的角色的角度來用她的作品來跟我們的民眾對話，這樣是一個蠻不一樣的經驗。那也歡迎市民朋友們能夠把握時間，在我們展期之間趕快來到歸仁文化中心來欣賞清楚老師這一次的個展。畫展現場更結合手作活動，邀請民眾一當拍卡，就會當得到透明的饋贈，留下快樂回憶。這個幾何造型是以個人的心情來創作，因為我覺得學生的作品把它簡化成我自己心中的思想，然後用我心中的藝術也要把它表現出來。這個展覽一直會展到8月16號為止，8月8號更有舉辦創作分享會，時間為下晡2點半到4點。歡喜愛欣賞藝術的朋友，會當親自到桂林文化中心參觀這融合藝術甲生活展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